咱台南市的乡亲最近真有福气哦，对于今仔开始到11月底啊，市政府规划3大演唱会甲3场的亲子活动，邀请市民朋友做伙来看表演。 男团 FFO 带来精彩的表演，炒热现场的气氛。这是今年市府的跨年活动，请来少年朋友介意的团体，要伫咧演唱会演出。另外嘛是因为因最近帮忙刑事警察队协反诈骗的宣导，希望大家爱注意诈骗处罚。这次的演出活动。 就可以在比如说活动的官网看更详细的资讯，然后如果看到资讯的话，也要就是反复的查证。今年市府为了过年凌晨的市民，打造亚旦跨年庆典，有3大演唱会和3场亲子活动。节目精彩，非常的精彩，等着你来，一定要来哦！ 会11月底开始，每礼拜拢有好耍的节目。市府邀请全国的朋友来台南佚佗，食好料的。消费发票买当参加台南购物节抽奖的活动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